这个是军文社的高速摄影机，这个就是高速摄影机所拍摄的画面。这是国军单位里面唯一使用电影制作的器材来拍摄采访的单位。像总统现在看到的左边这个 DVD， 它就是在总统书报第一次登上基隆舰随舰出海4岛操演的纪实。他出院了。谢谢总统。谢总统。我这边看一下哦，来。这是你画的吗？对。你也是正在学校毕业的。我是卫生学校。谢谢，加油！所以现在走路都没有什么困难。就是速度还不能太快，就是慢慢的走。还是要慢慢走。没关系。那你现在就这样很歪斜哦。对。那这我们的简历还是很年轻，应该看不得。好，谢谢总统。那工作也可以，你开场的时候我们会后置跟他设计的这个方面，我们看看用什么来先拍摄一下。那总统先跳。大家好，我是总统蔡英文。看到这个纪念，有唤起一些朋友的记忆吗？没错，我现在就在我们国军录取1分钟报警摄影了。大家拿起手机，搜寻国防部发言人以及青年日报的脸书和 IG， 按赞、按追踪，还有不要忘记刷爱心。我是总统蔡英文，下次见。军文社在。好，谢谢总统。好，我们准备拍摄第2张照片。国军队队长，谢谢总统与我们合影。巴总统，本社在106年的时候进行改版，参考美军的星条旗报，将我们的报纸就过去的以文字为主，改成以图片为主。人员可以不管到哪地方就可以拍照，对，用遥控，还有空拍机。那我们记者也有空拍机的专业证照，同时还有电影机。除此之外，在这个平台上来讲，最吸引人的当然是360的。好。是。这个地方。这3个区块是我们比较近期研发出来的商品的部分，这是由国际这些形象的机能化。那目前呢正在操作在印制的就是我们的客制化的文创机，这待会可能就会印制出热腾腾的文创机的部分。这边我希望请我们那个局长能为我们这样，我们一起也把刚刚的这个历史性的一刻致赠给总统。